迄落骹拢做麻足久啊，安尼就是手举袂起来，安尼会酸痛，安尼迄落啥嘛坐袂牢啦，徛袂牢，袂徛就对了，徛了10几分钟就想要，就是想要做椅子啦，安尼啦，就想要倒落困，安尼。那今天第3次的疗程，阿姨感觉咱身体状况有什么变化？有好真济啊啦，迄落骹较有力，袂想讲迄阵啊要爬起来爱辅助者，看者安尼，真直接就会当坐起来，行路行较久啊，站的会落出去运动半点钟，行路行半点钟，还可以接受，袂感觉艰苦啊了啦，舒服的啦，安尼啊。